毕派是粤剧13大流派之一。昨晚，毕派创始人毕春芳亲自亮相逸夫舞台，来自五湖四海的毕派弟子齐聚一堂，用一台《春华秋实满庭芳》毕派艺术演唱会庆贺老艺术家90岁高寿。 这是粤剧三笑中的经典唱段《点秋香》，舞台上5代毕派传人分组登台，齐声唱响这段广为流传的旋律，感染了现场每位观众，也寓意着粤剧毕派艺术的代代相传。演出不仅云集了杨文蔚、丁小蛙、孙建宏、毕继芳等来自江浙沪地区的毕派小生，也有长期与毕派合作的7派花旦的传人。 此外，其他流派的粤剧名家钱惠丽、方亚芬、王志平也将轮番登台，甚至反串表演。从《玉堂春》《血手印》《白蛇传》到《王老虎抢亲》《梁祝》，一个个经典剧目的精彩片段，全面梳理了毕春芳从艺78年来的艺术人生，尽显毕派艺术唱腔轻快流畅、做工轻松潇洒的特色。毕春芳的爱人也亲临现场，送上特别的祝福。 对毕老师说一句：“我爱你。” 2个半小时的演出接近尾声，在众多毕派子弟的簇拥下，90高龄的毕春芳出现在舞台上，引爆全场。伴随着生日歌的旋律，在全场观众的祝福下，毕春芳许下生日愿望。90后的老演员，我们希望呢，阿拉这个事业代代相传。 希望开来，一代要比一代好。随后，毕春芳起身亲手切下生日蛋糕，见证这一时刻的戏迷观众也都激动万分。要有希望呀，就是搿种老头手期待，阿拉讲的戏迷老开心啊！他还思路这么清楚，非常棒，非常好。喜欢了几十年了，今年终于圆了一个好梦。作为粤剧毕派创始人，毕春芳12岁开始学戏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，他与戚雅仙共同组建合作粤剧团，开始长达半个世纪的搭档生涯。这2年是坐立不安啊，把我待遇太好了。今朝我本来我实在来不动啊，发毛病啊，所以我哪能？ 我想想，介许多人来祝福我啊！我随便哪能知道我一定要来啊！记者张海燕报道。毕派是粤剧13大流派之一。昨晚，毕派创始人毕春芳亲自亮相逸夫舞台，来自五湖四海的毕派弟子齐聚一堂，用一台《春华秋实满庭芳》毕派艺术演唱会庆贺老艺术家90岁高寿。 这是粤剧三笑中的经典唱剧名家钱惠丽、方亚芬、王志平也将轮番登台，甚至反串表演。从《玉堂春》《血手印》《白蛇传》到《王老虎抢亲》《梁祝》，一个个经典剧目的精彩片段，全面梳理了毕春芳从艺78年来的艺术人生，尽显毕派艺术唱腔轻快流畅、做工轻松潇洒的特色。毕春芳的爱人也亲临现场，送上老演员，我们。 希望呢，阿拉这个事业代代相传，希望开来，一代要比一代好。随后，毕春芳起身亲手切下生日蛋糕，见证这一时刻的戏迷观众也都激动万分。唱段《点秋香》，舞台上5代毕派传人分组登台，齐声唱响这段广为流传的旋律，感染了现场每位观众，也寓意着粤剧毕派艺术的代代相传。 演出不仅云集了杨文蔚、丁小蛙、孙建宏、毕继芳等来自江浙沪地区的毕派小生，也有长期与毕派合作的7派花旦的传人。此外，其他流派的特别的祝福。对毕老师说一句：“我爱你。” 2个半小时的演出接近尾声，在众多毕派子弟的簇拥下，90高龄的毕春芳出现在舞台上，引爆全场。 伴随着生日歌的旋律，在全场观众的祝福下，毕春芳许下生日愿望。90后。